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天山人谈真相节目。我是Farhad Qurban Tanrı Dağlı。Tanrı Dağlı是我的姓，它在包括维吾尔语、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等突厥语里的意思是天山人或者是天山之子的意思。由此，我们的节目也叫做天山人谈真相。今天是2020年11月6日，周五。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即将开始的前夕，中共官员强调维吾尔人口增幅 25% 是意味着什么？先看两条新闻。第一条新闻，2020年9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在会议上答复记者们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和我们的话题有关。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问，英国独立电视台在土耳其采访了一位医生，这名医生称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地区采取的人口控制计划。维族妇女是否被强制绝育或者流产，这是否是维族人口数量下降的原因？另有美国媒体透露，美方正在酝酿将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做法贴上种族灭绝的标签，你有何评论？华春莹答复，中国共有56个民族，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你提到维族控制人口问题，实际上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一直在持续增长。1978年，新疆维吾尔族人口555万，根据新疆方面公布的最新统计，到2018年已经达到1271万，仅2010年至2018年8年间，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就增加了254万，增幅达到 25%。 有媒体透露，美方一些人正在酝酿给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情况贴上种族灭绝标签。我刚才说了，新疆维吾尔人口从555万增加到271万，增幅明明白白，何来种族灭绝一说？我们再看第二条新闻。2020年10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他也在答复了记者问题，其中牵涉到我们的话题的对话是如下。环球邮报记者问，加拿大议会下设委员会指责中国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并呼吁实施人权相关制裁。如果加拿大采取以上建议，中方是否会对其进行惩罚？赵立坚，中方已经多次就涉疆问题阐明严正立场，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问题。所谓新疆种族灭绝，是一些反华势力蓄意抛掷的谣言，是污蔑抹黑中国的闹剧。事实是2010年至2018年，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从1017万人上升至
1272万人，增加255万人，增幅为 25%。 因此何来的种族灭绝呢？以上两条新闻虽然是不同的时间的，但是特意强调的是一个问题，即是2010年至2018年维吾尔人口增幅 25%， 请对这一点留意一下，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再看一下这些官员发表声明的社会条件。根据新华网10月14日的消息，10月13日，维吾尔自治区召开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第3次全体扩大会议，对全区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6月29日印发的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本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时间节是，标准时间是2020年11月1日0时，入户工作时间是2020年10月11日至12月10日。按照计划，2021年4月将公布普查初步结果。从中共执政的1949年以来，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953年，第二次是1964年，第三次是1982年进行的。以后每隔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时间为第4次是1990年，第5次是2000年，第6次是2010年。那么今年要进行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正常日程，但是把正常日程变得不正常的，也是中共官员们的反常声明。从以下2点，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官员们所表现的反常现象。第一，中共在人口普查时一向以来隐瞒或者少报维吾尔、蒙古、满族、吐蕃特等民族人口，所以每次人口普查结果里有2个不变，一个是任何条件下人口中汉族人口和其他民族的比例几乎不变，汉族占 92% 左右，其他的55个民族占 8% 左右。换句话说，除了形象文字和北京普通话、满大人话以外，没有多少共同点的5代十国人们通称为汉族，并占总人口的 92%， 而曾经轰动过人类历史、建立过帝国的，并统治过今天的中国领土在内的世界一大半领土的维吾尔、蒙古、满族、吐蕃特等民族和其他的50多个民族加起来，才是只占总人口的 8% 左右。那么就得问，既然汉族人口占 90% 多，那么只占人口几个的所谓的少数民族怎么能统治中国领土数百年呢？再何况这些民族的居住的领土是占今天中国领土的将近一半。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严格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汉族家庭只生一个孩子，而就拿维吾尔族家庭来说，一般维吾尔人家里都有5到12个人口。但奇怪的是，无论总人口如何增多，但人口比例还是不变，很荒唐。
还有一个不变，在任何条件下，中国人口老是比印度人口要多一等。在中国长期实行了计划生育、人口控制措施，而在印度没有计划生育或控制人口的政策。但每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比印度人口最少要多出几千万。很显然，其实这是中共的国策。那么今天，中共官员出乎意外地声称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增幅 25%， 而不顾其影响所谓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这和中共的一贯做法和国策不相称。难道中共准备放弃弄虚作假的传统策略？政治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因此中共不会改变其本性。我认为中共在随机应变，准备实行新的邪恶的计划。在这里先阐明一个问题，根据独立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维吾尔学院在2018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维吾尔在东托吉斯坦的人口有2000多万，官方数据的2倍，境外大约有100多万维吾尔人口。为了有力地揭发中共在维吾尔人口上的阴谋诡计，我们在本节目里暂时采用官方数据。各位网友，中共不是在特意强调2010年至2018年维吾尔人口增幅 25% 吗？那么我们也回顾一下中共在2010年以来在东托吉斯坦的所作所为。2009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75事件，本来是一场大学生组织的要求正义的和平游行，既然被中共政府向人群里插入挑衅者，将其变成血腥冲突。中共迈出在东托吉斯坦种族灭绝的新步伐，上万维吾尔人被中共活埋或枪毙。此后，北京政府为了酝酿新的治疆策略，调整了新疆工作小组。该小组找来了一些所谓民族学专家马荣、厉生等法西斯知识分子，也参入了这个小组。该小组2010年5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并酝酿新的治疆策略，也就是指定了针对维吾尔等突厥人的文化和种族灭绝的手段。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确定了以后的所谓新疆民族政策大调整纲要，即是习近平的治疆大略，也就是把包括学者、作家、诗人、记者、艺术家、明星等维吾尔社会的智囊团、工人、学生和农民等无辜平民百姓成年人扔进集中营受苦刑，儿童们在孤儿园洗脑，年轻男女们流放到内地受罪等文化和种族灭绝手段。另一方面，按照新疆工作委员会制定的计划，经中共安全部门的精心制造，产生了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行为，甚至中共默认和安排他们出走东南亚，
奔赴叙利亚。这样，即使维吾尔族被贴上极端主义、恐怖分子的标签，中共也实现了减少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人口的目标。过不久，中共突然简化出国手续，让大批维吾尔人出国。在此同时，当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出国热的潮流的时候，中共也开始默默无闻地修建集中营。中共趁机也达到了一举三得的目标：一、声东击西、神不知鬼不觉地修建集中营；二、留在国外的维吾尔人，中共认为是给汉人腾土地、腾位置；三、出国旅游回来的，尤其去过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维吾尔是集中营的潜在罪犯。2018年9月开始，集中营里的维吾尔人被秘密转移到口里的陕西、内蒙古、甘肃、黑龙江等省份。最初是大约有50万维族被分散到全国各地关押，后来也传出了新的秘密转移消息。根据新疆日报2020年10月31日的消息，从2016年至2019年，全区开展各类职业培训471万9600人次。这是官方日报的正式官方数据，就是集中营里边的500万人口的证明。除此以外，中共在东突厥斯坦采取人口控制计划，针对维吾尔妇女强制进行绝育或者流产手术。从以上的多个方面来看的话，2010年以来的维吾尔人口的增长是不现实的。那么，这次中共为什么强调2010年至2018年维吾尔族人口增加255万人，增幅为 25% 呢？我认为有2个原因。第一，中共以此想对付国际舆论上的种族灭绝指控。2018年初，中共在东突厥斯坦的暴行开始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注意。2018年8月，人权专家卡斯特 Michael Custer 表示，中共在新疆所作所为已符合反人类罪的定义。而今天，许多发达国家都正式指责中共犯有种族灭绝罪，而且这一行动趋日益蔓延。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中共这几年以来，为了给维吾尔人贴上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的标签，在国内外设了不少圈套。今天，中共自己反而被国际舆论贴上种族灭绝罪的标签，真的是报应。中共以为驳诉种族灭绝指控的最佳方式就是用数据来证明人口的增幅比例，因此中共在第7次人口普查时准备破裂，把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等突厥民族的人口公布为增幅。二，中共趁机在维吾尔族人口中安置假冒维吾尔人口的同时，也在维吾尔人口中埋葬定时炸弹。
2018年9月14日，在半岛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者高志凯在否认中共在东突厥斯坦所设的集中营和所关押的人数时说，在新疆全部加起来就有600-700万维吾尔人，怎么可能关押100多万维吾尔呢？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的2015年人口普查的官方数据，维吾尔人口是1130万人。仅仅过了3年时间，高志凯在公共场合毫不犹豫地把维吾尔人口随便减掉将近一半，也毫不在乎。其实是暴露了中共在东突厥斯坦所进行的种族灭绝罪行的目标，也就是先把维吾尔人口杀掉一半，剩下的再继续同化，最终彻底消灭维吾尔人。而今天条件变了，中共为了辩护自己，掩盖罪行，需要证明维吾尔人口增幅，那么已遭屠杀的和在集中营不能放出来的维吾尔人口怎么补进来呢？中共想出来的办法可能会是先从本来就隐瞒的维吾尔人口实际数据中挪出一部分，再拿已经培养好的汉族人充当假冒维吾尔人，把维吾尔人口凑齐1300万左右。那么充当维吾尔人的汉族人是怎么来的呢？请回顾一下中共发起的所谓的干部下乡蹲点工作。2014年起，每年20万党员干部去农村蹲点，与维吾尔族家庭同吃同住。后来陈全国改名为认亲，加大了力度。根据政府报告，2017年已经有126万党员干部认亲，实际上是监督他的亲戚思想是否极端。这些中共特务已经开始收集档案，汇报上级，以起草逮捕人员名单，并加紧建立集中营，为第二步行动做准备。这126万党员同时也可能会是假冒维吾尔人的候选人。另外，近几年来，在社会媒体上出现穿着维吾尔民族服装、跳维吾尔舞、唱维吾尔歌曲、做维吾尔饭菜的汉族人，看起来都很地道，数量也相当可观。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有目的的干职操作。中共趁机把几百万汉族人安置在维吾尔人口当中的目标还有：一方面改变人口结构，另一方面在维吾尔人口中埋上定时炸弹，以便控制将来有可能进行的各种民意测验和公投结果。各位网友，从以上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中共是弄虚作假高手，同时随机应变，把角力转化成为力量的能力也很强。通过本节目，我想强调2点：我们要齐心合力，揭发中共针对维吾尔、蒙古、满族、吐蕃特等民族的阴谋诡计和心狠手辣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会中共随机应变，把角力转化成力量的技能，以便能够增长我们的战斗能力。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收看。